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说，美国仍然对中国据报粗暴对待维吾尔族穆斯林活动人士的亲属和中国拘押营幸存者深感不安。蓬佩奥在国务院星期二发表的声明中说，中国政府据报骚扰、监禁或任意拘捕维吾尔族穆斯林活动人士的家庭成员和那些公开诉说他们经历的新疆拘押营幸存者。美国对此仍然深感不安。中国政府试图通过使用脸书和推特政治广告掩盖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镇压。最近的研究表明，为了掩盖对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政治迫害和镇压，中国已向脸书和推特社交媒体支付了大量资金，用于政治广告。中国通过政治广告试图改变西方舆论对东突厥斯坦集中营的看法，称其为再教育营。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被称为债务陷阱，中亚国家开始债务陷阱。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国的债务排名世界第5。美国经济研究局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国外借款》的报告。该报告称，中国约有一半的贷款交易尚未注册，无法追踪。该报告还按国家对中国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排名。根据名单，对中国拖欠最多的第5个国家是吉尔吉斯斯坦。中亚有许多国家陷入中国的债务陷阱，塔吉克斯坦排在第20位，土克曼斯坦排在第23位，乌兹别克斯坦也排在第40位。在英国，反对派认为鲍里斯·约翰逊政府试图通过阻止俄罗斯干预英国脱欧公投的报告的公开来掩盖事实。在英国，议会情报和安全委员会编写的关于俄罗斯干预英国大选的报告引发了辩论。主要反对党工党影子外交部长艾米丽·桑伯里在有关该问题的议会声明中说，政府将报告的发布推迟到12月12日大选完全没有道理，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出于政治原因。从中国西安出发的货运列车已经进入土耳其。中国铁路欢迎货运列车通过马尔马拉铁路前往欧洲，这是在中国“一带一路”项目框架内第一条穿越欧亚铁路丝绸之路的货运列车。货运列车是在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之后，今天抵达安卡拉的。火车将在穿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之后抵达布拉格。